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人长高，小短脚。自当时我打出来学做生理的时，头家参客户都在讲一句话，叫做人长高，小短脚。这句话的意思其实真好理解，问题是现此时的社会做会到的有几个？钱项的代志，自较早人就一直甲我十叮咛八吩咐，袂使有顶答。小若有毋对的所在，都爱算甲对，这是上基本的原则。而且正班的生理人，拢无希望笑这个物件拖伤久。有时咱若想慢去甲人客遐会笑，人客阁会敲电话叫咱赶紧去参与甲笑会咧。伊讲人爱长高，笑爱短脚，笑若久就恶算，生理若要久长，笑就爱按时收啦。以上感谢收听。